大家好，我係 Ivan， 依家係一個足球評述員。即係如果冇參與 JSL 咧，我諗就應該冇乜機會可以參與一場即係專業嘅足球評述啦。最深刻嘅實習一定係賽馬會精英杯嘅決賽評述啦，因為就好難得係第一次評述咧，就係一場決賽啦。咁同埋嗰場波亦都係某啲球員嘅告別戰啦，即係佢哋嘅告別戰咧，就係我自己嘅第一戰。咁所以就嗰次對我而言咧都好深刻。依家我自己主要就評述港超聯啦，一啲本地嘅足球賽事啦，港隊嘅賽事亦都曾經評述過啦。咁喺 JSL 學到嘅技巧就係用聲啦，一啲用語啦，同埋就係賽前嘅資料搜集啦，亦都係好緊要。呢啲學過嘅技巧咧，都可以用得翻喺我而家評述嘅工作裏面。我覺得 JSL 幫助到我評述嘅路途啦，因為依家計翻講咗差唔多接近100場嘅足球比賽啦。咁但係第一場咧，正正就係嚟自 JSL。冇第一場咧，亦都冇之後咁多場嘅評述咯。如果你都想成就你嘅體育路途嘅話咧，就記得報名參加 JSL 啦。